今年11月26日，到下一选举担市候选人何处抽签，首次采用分区来抽，无像过去集中伫同一个所在。其中市长甲两区原住民议员候选人的部分，21号一透早伫选委会举行。5名市长候选人当中，柯忠信、林义峰、吴炳辉亲自到场，吴伟条正推派青年代表代替抽签。嘉隆界马派议员服务处执行长代表，其中柯忠信先抽到签王。立马当先。李忠信抽中1号，黄伟德抽中5号，谢龙介抽中3号，吴炳辉抽中4号，事事如意。林义峰抽中2号。我们一马当先呢，这是我们上苍协助我一个人去登记参选，让我能够一马当先的哈。虽万人吾往矣，台南市现在的经济困境，需要我成大一个财经法的教授来替台南市民一肩扛起。抽中是4号了哈，当然我希望我们台南呢在市政各方面都能够施政满意的哈，那么相关的这些建设了哈都能够符合我们台南市民的这个需求我期望这一次的这个选举能够事事如意的事事平安。即个台南确实要大改变你来看卖咱个船坞啦，个海边啦，你来看40几栋拢做袂起来。迄个要有生意人来做，要有 CEO 来做。其实顶面做个 hotel， 做汽车宾馆，下骹1楼较做个类似麦当劳安尼较做会起来。无伊安那标的，无人做会起来。随后，各候选人的助选团分别进行画声助阵，炒热现场气氛。其中，吴伟条派出一群青年团的后援会来协听，有代替抽签的青龙，也有科技、文创等各界展现活力。市长挺台南青年的这个一个政策那包括在我青农的领域里面包括台南农业的行销通路那包括了台南各区的联谊会的成立其实在台南已经超过1700位的青农了那这些青农在相关农业政策的一个农业环境的一个优化啦，然后农业基础建设的一个优化之下大家的向心力也都是越来越好。随后，市长吴伟条伫参与沙仑人工智慧交通应用的记者会中接受访问，嘛强调11月10号选委会名单公告以后，得依法请假。依法我们要请假，我们就请假就是全力投入选举，然后市政交给旁人帮忙，大概是这样。那我也会这个权利其实现在已经很多时间我本来的想法就是把市政做好，选票自然来。但是选举的攻防难免所以说接下来还是要投入选举。外界拢讲，这届选举做冷，所以利用抽签，各候选人嘛趁机会做势，争取选民支持。台南新闻，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